过来关心社会新闻，百万名车讲家己的导火，有一个车主进前载有新的某，甲一个3岁囡仔要转去家己，想袂到讲半路落车买饮料时，车煞向驶袂行，这个大家拢感觉真唔对，赶紧就落车，想袂到较无5分钟尔，车就咧导火烧起来，规台车咧烧了了，车主感觉真意外，着惊，伊讲车平常时拢咧保养，加在人袂要紧。 爸爸手抱囡仔，甲有生的太太赶紧落车，一家伙看起来真紧张，因为发觉车唔对怪怪，果然刷落来，车的前座就开始呛乌烟，导火起来，短短无到5分钟，规台车去火烧起。我都突然间听到有个声音在爆，然后就走过来说太有爆裂的声音，是不是？就很像吵架的声音。伊是为个仪表板消防队接到通报，赶到现场，全力灌救，才拍火气，不过边仔店家看板嘛拢烧乌起。 波及到旁边的诊所以及通讯，还有路边的机车及脚踏车。原本是一台100万的名车，即马煞烧到过拢变成废铁。车主讲，这车拢定期保养，而且也伫咧保固期。唔知影为虾米导火起来？根据修车技术研判，可能是电线烧拍电。零是没有完全烧掉啊，就是只是车里面仪表板中传音响这边有着火。 真幸运，这件事故无造成任何人员伤亡。若是导火原因，还阁需要进一步的查清楚。